国民党的政府主席郝龙斌已经伫面册来宣布，讲要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。伊嘛对国民党的改造提出3个必须一定要做的代志。要重新来，真正把我们的党的论述讲清楚。接受广播节目的专访，国民党前主席郝龙斌昨暝伫面册先宣布要参选党主席。写讲保证抛开个人政治规划，要协助这个党度过空前的危机，并且要培养接班的团队。党主席最重要的是要为党的前途、为党的未来寻找人才，甚至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就是在选举过程中间能赢最重要。我欢迎任何一个人来参与这次的党主席选举，我也希望透过我们彼此政见的交换，甚至透过各种方式，让国民党的理念、国民党的方向更清楚。考虑跟连胜文合作吗？我会跟任何一个党内的同志合作，共同为国民党打拼。郝龙斌嘛对国民党的改造提出3个必须，就是必须甲民意脉动完全配合，必须落实世代高铁，必须符合国际局势甲国内民意的全新的路线。尤其伫两岸关系上，国民党应该带全体国民脱离民进党的台独甲共产党的统一的强悍。党内要先有共识，我觉得透过对话讨论。然后我们来，甚至不排除做辩论呢。重点是这个共识是要两岸都能接受，还有我们内部能够接受。更重要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共识，我们真正能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。郝龙斌嘛强调讲，国民党应该由下向上集体领导，以公职优先，和有民意基础的人参加。